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咱为食蚵仔、西仔变做种稻仔食白米，正饭食面也是面粉类，这是后来的代志。这个习惯是安怎来的？什么时阵开始台湾人正饭嘛食面粉？今日咱来讲台湾人食面粉类的食面。台湾不是因过拢总无面粉做的物件，订婚、结婚、食饼，这是足古早就有的习惯。不过因为麦仔种了真少，时代后到日本时代经济较好的时阵，做饼的店变多。不过日本政府无伫台湾推广种麦仔，原因是迄当阵种甘蔗甲种稻仔的经济效益较好。迄时要做这订婚的大饼，这的面粉拢是进口的，所以日本时代的饼甲香一直拢比米做的糕仔也是粿佫较稀罕，嘛佫较贵。大家若有兴趣有关咱传统的大饼，我伫127捌讲过。咱是一直到战后米原的面粉甲遐的麦仔小麦入来到台湾了，台湾的面粉类的食面才大量的增加。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台湾真欠粮食，国民党政府就想办法要省米，就是毋免阁去进口米入来。所以1950年代迄时的粮食局就推广食番薯省米这个运动。迄当阵因想的是番薯较好种，会当大量生产，遐会欠起来的米会使摕去互军队食，也是摕去出口来赚钱。为着要鼓励大家食番薯，也佫会特别去教育民众，番薯真营养，内底有足侪维他命，食了对身体健康佫有帮助。而且食番薯省米是爱国的一种表现。迄时会有鼓励食番薯，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共迄个时阵，一个号做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的副主委，伊就建议大家用食面来代替食饭，因为进口的面粉足俗的，安尼就会当省足侪白米。粮食局迄当阵为着要保护本地的生产，所以叫大家改食番薯。当然，结果是建议食面的迄派赢，因为迄当阵国际上米的价销是一吨250块美金，麦仔干那150，安尼若甲米换做麦仔，欠起来米佫摕去出口，安尼就会当赚钱啊。迄当阵也佫有大家知影的美国面粉。战后迄段时间，美国提供台湾不少援助，中有转去，后来韩战爆发，美国才佫继续有援助台湾。这个援助内底就包括麦仔甲面粉。1951年开始，美国面粉就入来台湾，这嘛互台湾开始思考安怎利用这面粉，所以才有官员会鼓励大家食面。无论安怎算，食面也是较好。落尾政府换就开始鼓励大家食面粉，而且共迄个时阵，美国有签一条400项公约，伊实际名号做农业贸易发展甲援助办法，内底直接规定讲，只要若民间团体像教会，拢会使免费摕到美国农业部提供的物资，也佫会使用台票去买美国村的农产品，就是面粉。所以台湾无种麦仔，毋过有真侪面粉入来台湾。政府安怎做来改变大家食饭的习惯？安怎鼓励大家食面粉？伊怎定一个面粉交换食米的办法？这办法就是透过一寡经济利益来改变大家食白饭的习惯。
像讲米粉加作俗，公教人员会使甲因免你的配给改换做搁较济米粉。农民会使摕家己生产的册啊，甲政府换搁较济米粉，甚至会使先领米粉甲麦啊，等伊的稻啊收了，才搁摕来行。遮的地主做工人也是山乡人，因拢会使申请甲米换做米粉。像迄当阵的公务人员，因用20公斤的糙米，就会当换22公斤的米粉，真的好。所以伫1个月内，政府就换着5000多公吨，会当换销的米啊。米粉俗罔俗，毋过要安怎食？台湾人无食米粉类的习惯，所以1960年代，国民党政府就设一个叫做台湾区米卖食米推广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运作足久的，为1962年到1983年才改组21档。这个委员会伊是行政院米原运用委员会甲台湾米粉农业工会做伙出钱，目标嘛真简单，就是互家家户户拢食米粉类的物件。因伫1963年伫台北中山堂举办食米示范表演会，现场有1000多人去看安怎利用米粉来煮食。隔当伫一个经济展览会，美国佮引进一台做 donut 甜甜圈的机械，迄当阵佮特别甲 donut 号做刀福饼。这台机械伫遐一礼拜卖25000粒 donut， 生意足好诶。展览会结束，美国人就甲这台机械送互陆军总部，互因伫部队内底嘛会使做来食。迄当阵有各种宣传的手路，像中国广播电台有做一个广播剧，号做民生之道，内底男主角是人生了作矮，毋敢去相亲结婚，惊遗传互伊的囡仔。伊的一个好朋友就甲讲，西方人会生了遐尼老，就是因为有咧食面食胖。伊知影这个方法了，才放心去相亲。政府嘛拍宣传的影片，伫学校甲电影院放送，也嘛甲台视合作做电视节目。毋若请一寡师傅来教安怎煮面、做馒头、包水饺、做胖，甚至嘛捌请美国大使的夫人去电视台做美国挂包，互大家看。另外，佮印4万本的食谱，教人安怎煮米粉类的。嘛派人去地方机关举办免费的讲习，遐的人员阁会甲农会合作，伫庄骹培养一寡政治教师。伫1963年，要派去非洲教人种稻仔的农经队，政府嘛吩咐因得爱学晓安怎利用米粉来煮食，因为食面体力才会较好，会使去非洲做工课。迄当阵也有足侪食米粉比食白米更较好的讲法，像讲食米粉会较大汉，甚至有人讲食米粉类生出来囡仔才会白。也若食伤侪米，是的维他命 B1 无够，会伤着头脑。也嘛有讲食米地区的人着胃癌的比例较悬，而且鼓励食面这个政策。除了甲遮的米摕去外销趁钱以外，嘛互台湾开袂少米粉工厂，做面的、做馒头、做胖的店，嘛增加袂少工作机会。嘛因为有遮尔俗的米粉来代替米，所以互迄时民生用品的物价无阁继续一直起。而且遮做米粉工厂剩的幼幼仔，或者卖破，嘛会当变饲料。台湾是自1960年代开始，胖店一间一间直直开，米粉足俗，政府阁推广，而且遮甜的胖较好炸出门，嘛适合食点心、做早顿。也另外一个上好推广食面的所在，就是学校的中昼顿。学校会煮面、煮水饺、做馒头，互囡仔食。等甲即阵学生大汉。自然因就会接受正顿食米粉类的啊，所以一直到1980年代已经无外国援助，政府嘛无阁催促的时阵，
米粉的消费量也是继续在增加，而且迄时已经代替番薯，变做是台湾人的第2大主食。到今台湾人食的米粉已经甲白米差不多济，毋过咱有家己的种的稻啊、切啊，会当生产白米。麦啊、小麦做的米粉是爱进口，这几冬米粉类价真贵，就是因为小麦价销直直起。台湾农民种的米，即马一冬是超产20万吨，就是加20万吨，咱食无遐济，政府就要想办法销出去。所以即阵政府佮转来鼓励大家都爱食米，毋过即马食物件的习惯改变，平均大家人食的淀粉类是哪来哪少，所以无论是米也是米粉，食的比例拢比英国佮较少啊。当然，则佮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若生产伤济，敢袂使卖佮种遐尼济稻啊？这后壁嘛牵涉到一寡政府的政策佮较复杂。所以咱另讲才来讲，刷落来我要介绍一本新的册，去年摕到台湾文学奖的台语文学创作奖的吴品如老师，伊出的新册叫做《谁是黄兴》。这本册写一个大家即马真少听到，毋过伫日本时代真请赢的台南人黄兴，伊是府城头一个买一台法国进口的脚踏车咧骑的人。伊有家己饲的马仔，也阁捌坐飞行机为天顶看府城。伊参加文化协会经营剧场报纸。为伊的故事，咱会当看到伫市民的时阵，一个地方头人伊安怎用无同的方法来创造更较济属于台湾人的空间。有兴趣的人会使去册店买来看。今日就讲到这，若是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意见，想要听的主题，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也若介意这个节目，请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也是推荐这个节目，也嘛请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若是要赞助寄付，伫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结。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现海妈妈，大家再会。